歡迎收睇6點鐘新聞，我係伍婷，我係張慧平。先睇下今日嘅新聞重點。候任特首繼續團結各界，佢先後同民建聯以及工聯會成員會面，否認係從中揀卒。泛民嘅立法會議員話，見梁振英嘅時候會討論普選同23條立法。內地公車私用問題嚴重，學者話由於政府嘅執行力不足，難以杜絕。詳細新聞內容，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喺北京接受任命時，國家領導人期望佢能夠團結各界。係啊，而喺返香港之後呢，梁振英陸續同各個黨派以及政團會面。今日列席工聯會會員大會，接住落嚟將會安排會見自由黨同泛民代表，期望進行有用嘅交流。林詠雯講下。繼出席民建聯嘅路向營，梁振英喺星期日嚟到工聯會嘅會員大會，逗留近2個鐘頭。佢話並唔係要為組班揀卒。講完話呢就離開，唔存在嗰個揀卒嘅問題。我落去呢，我都會同各個方面嘅朋友呢係見面。如果泛民佢哋有路向營，佢哋有邀請嘅話呢，我都好想呢去聽聽佢哋對香港未來發展方方面面嘅睇法。我亦都呢會願意呢係同佢哋分享我嘅睇法嘅。佢強調未來1-2個星期會同唔同嘅政黨團體會面，包括泛民。應該到而家呢就全部安排好晒㗎啦。呢個呢亦都包括呢，我會喺23號見泛民嘅立法會議員。我希望呢到時呢能夠大家呢就一啲共同關心嘅一系列嘅問題呢係進行有用嘅交流。至於組班嘅問題，佢重申用人唯才。被問到有報導指2個副局長邱成武同埋潘傑有機會加入佢嘅管治團隊，同埋有冇接觸過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留任，梁振英就話不便評論。至於其他嘅一啲人選，包括你頭先提到嗰2位副局長人選點樣呢？咁應該講根據基本法呢。主要官員呢係行政長官提名，中央任命嘅，咁所以除咗我作為候任行政長官接觸嘅一啲可能人選呢，其他呢嗰啲都係傳聞嚟嘅。至於喺呢段期間裏邊嘅一啲報導同埋傳聞呢，我就唔方便評論。佢又話，當有提名名單提請中央任命之後，會第一時間公佈。亞洲電視記者林詠雯報導。喺星期2、星期3，梁振英將會分別同自由黨、經濟動力同多名無黨派嘅立法會議員會面。自由黨預料會集中討論經濟議題，而泛民就話同梁振英會面時會提出討論2017年普選同基本法第23條立法嘅問題。范樂恆報導。泛民立法會議員將會喺下個禮拜1，即係今個月嘅23號，去到候任特首辦同梁振英會面。民主黨表示會提出市民關心嘅問題，譬如我哋嘅表達自由啊、採訪自由啊、可能嘅23條立法呢，我哋而家最擔心佢推出嚟啦，以及呢就係一啲好必要解決嘅民生問題啊，譬如個房屋嘅問題啦，咁就等等，同埋而家醫療啊、雙非啊。公民黨就認為會面安排只有大約1個鐘，屬於禮貌式見面，唔認為梁振英會認真回應。係佢要出嚟清楚係説明中聯辦喺香港嘅內政同埋喺香港特首選舉度係冇角色嘅。我哋希望佢講清楚23條立法呢必須要喺普選出現之後先進行。嗱，如果呢一啲咁樣嘅最關鍵嘅一啲議題，如果佢23號佢唔肯講嘅話，好難同公民黨和解。工黨嘅李卓人話會向梁振英提出普選門檻，建議任何人如果取得10萬市民支持，就合資格參選行政長官。除咗泛民，自由黨將會喺嚟緊嘅星期3同梁振英會面。但係我自己個人呢，就係覺得作為自由黨，我哋係差唔多必定會向梁生提出關於經濟發展方面嘅我哋嘅意見，亦都希望梁生同我哋分享佢對香港經濟發展嘅睇法，包括點樣去鞏固4大支柱產業同埋發展我哋6大優勢產業。劉健儀話：星期1會同黨員開會，商議會面提出嘅議題。亞洲電視記者范樂恆報道。
對於後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尋日出席民建聯路向營嘅時候話，希望民建聯可以推薦人才。主席譚耀宗就話會設立遴選機制，俾有興趣嘅成員或者會員去報名。報名之後呢，我哋會經過一輪嘅考核啊、篩選啊咁樣啊，然後呢，我哋先至做個推薦嘅工作。咁點解要咁樣？我哋覺得呢係我哋想推薦去嘅呢係重視個質素啊，就唔係話淨係數量。派去嘅人係邊啲級別？咁當然而家暫時我哋知道就係都係問責團隊都係嗰幾個級別嘅啫。咁邊啲人我哋去做咩級別呢？我哋要睇下翻嚟報翻嚟係啲咩人。另外，民建聯話9月嘅立法會選舉會爭取多啲議席，分隊參加地區直選。當中港島區有2隊，九龍西同九龍東就各有1隊。新界東有2隊，新界西就會有3隊，亦都會派2隊人參加超級區議會議席。民建聯認為今次選舉壓力同難度都好大。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話，特首曾蔭權早前被指接受富豪嘅款待，以及有前主要官員被廉署拘捕，佢感到痛心疾首，已經向李國能作為主席嘅檢討委員會提交意見，咁希望下屆政府將特首同高官納入防貪法例中監管。我認為咧，現在嘅法律同埋規例咧已經非常足夠，係唔需要更改嘅。需要改嘅係將嗰套嘢咧係引用去到適用喺行政長官身上，然後包括埋所有嘅政治任命官員。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喺聽日出版嘅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中會發表文章，強調本屆政府喺今年會把握任期最後嘅1年，重點推行反腐倡廉嘅工作。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發表嘅文章名為《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講述政府改革建設同反腐倡廉工作取得嘅新成效，亦會講2012年政府反腐倡廉建設嘅重點任務，以及要落實反腐倡廉嘅部署。文章強調，2012年係本屆政府任期嘅最後1年，政府唔能夠鬆懈，要全面貫徹黨風廉政建設，從源頭上防治腐敗。中央今年會深化改革行政審批制度、財政管理體制、行政經費使用管理以及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等。各個部門同各級政府嘅主要領導都係第一責任人，佢哋要做好部署同督查。如果有部門或者地方政府唔及時查處腐敗案件，將會被追究責任。文章亦都表示，只有喺廣泛有效嘅監督之下，政府先至唔會鬆懈，先至可以有效咁壓制濫用權力同以權謀私。政府必須要做到為民務實清廉，先至可以令到人民滿意。內地近年大力打擊貪腐，唔少高級官員證實貪污，包括上海前市委書記陳良宇、深圳市前市長許宗衡同前鐵道部部長劉志軍等人都被撤職懲處。而中央政府亦都由舊年起要求副處級以上嘅官員如實申報住房、股票投資以及仔女嘅海外活動，進一步公開公職人員嘅財產。內地公車私用問題嚴重，咁中央就要求各地政府要嚴厲打擊。雖然廣州市推出措施，包括安裝定位系統追蹤公車嘅去向，但公車私用呢仍然係屢禁不絕㗎。係啊，更加有學者話，部分被濫用嘅軍方車輛唔受廣州政府監督，民眾好難投訴。駐廣州記者曾廣宇報導。每逢週末假日，喺廣州嘅大型商場門外，每日嘅放學時間，學校附近都唔難見到一啲懷疑嚟購物或者接載仔女嘅政府或者軍牌車輛。退休嘅歐伯經常四出監督公車私用，每次發現違規都會影低車牌再舉報。啱啱嘅星期日，我哋跟住歐伯到一個商場視察。喺地下停車場停泊住多部懷疑被人開嚟購物嘅政府同埋部隊用車。點解會揸住公車嚟咧？今日有咩任務啊？我係唔記得我咁我停低喺度啊嘛，我攞啲嘢。有冇攞到上司嘅批准嚟到開呢架車啊？今日今日假日喎。亦都有武警車上嘅人坦白承認。
嘅，你係乜嘢？梗係老婆仲唔得，同佢解釋老婆都唔得，答家屬。咁冇意思咯，我哋道歉。咁你就識將老百姓納稅人嘅錢去揮霍啊！但係納稅人呢，連病都睇唔起，我覺得喺呢方面，我哋應該要首先，我哋要尊重自己係公民呢個身份。另外一個，我哋更要珍惜呢個法律賦予我哋每一個公民呢個監督權。我哋致電過廣州市紀委嘅投訴熱線。如果屬於我們這個廣州市的這個公車使用的問題，我們會查實這個公車是屬於哪個單位的，那我們就是會由這個單位去處理的。部隊的話，它是部隊的專門的一個系統來着，而且部隊的很多，它的車輛去哪裡，它做什麼，我們一般的人、一般的公民，或者是甚至是黨政機關是不可能知道的嘛。有學者批評，雖然有措施禁止公車私用，但係政府嘅執行力度不足，軍牌車更加唔受地方嘅條例限制。在和平時期，軍車的行駛應該納入地方管理範圍之內，就我地方的這個政府應該有對你有處罰權的，就是一視同仁的。而家即使證實到有人工車私用，咁但係官方根本就冇一套明確嘅懲罰機制，咁甚至連有冇罰到都係唔知道㗎，一啲阻嚇力都冇。咁想杜絕呢個問題，學者就建議政府要同民眾一齊商討合適嘅罰則，令人明白公車私用要付上代價。亞洲電視駐廣州記者曾廣宇報道。陣間翻嚟會報道。北韓舉行大規模閱兵，展示多個類型導彈，包括自行研製嘅長程導彈。金正恩第一次發表公開講話，分析話佢係要塑造有威嚴同自信嘅形象。繼續新聞時間，北韓舉行歷史上最大規模嘅閱兵儀式，紀念已故領袖金日成誕辰100週年。係啊，今次嘅閱兵被視為係北韓建設強盛國家嘅轉折點。佢哋向外界展示大量現役嘅武器裝備，仲第一次公開國產遠程導彈同無人機系統。黃永琪報導。閱兵儀式喺平壤金日成廣場舉行，幾萬軍民出席。首批走過觀禮台接受檢閱嘅部隊方陣，分別樹立金日成同埋金正日嘅畫像。朝鮮人民軍出動大量主戰武器，而各種導彈部隊成為閱兵儀式嘅重頭戲之一。當中展示相信係北韓最新研製嘅遠程彈道導彈，從結構同埋大小嚟睇，採用3級推進，射程可以達到5000公里，足以威脅美國阿拉斯加州。不過南韓軍方消息就話，北韓未試射過。而呢一批舞水端中程導彈亦都再度亮相。據了解，如果使用更高質素嘅推進劑，射程可以高達3000公里，覆蓋全個日本。至於呢一款據報係國產最新型嘅地對空導彈，外形同俄製 S-38導彈相似，體積仲要大得多。另外仲展示多款俄製嘅防空導彈，列隊接受檢閱。國產軍用無人機亦都首度亮相。根據軍事專家觀察，無人機採用噴氣式發動機，兩側裝有助推火箭，估計喺車上邊就可以直接起飛。陸軍部隊亦都出動至少4款主戰坦克參與閱兵，當中引起外界關注嘅就係近年最新參照俄國坦克研製嘅風暴虎，只係配置喺已故領袖金正日指示成立嘅第105坦克師，地位特殊。至於空軍，今次只係展示全國最先進嘅蘇聯米格29戰機，同地面部隊相比規模就細得多。據了解，自蘇聯解體之後，北韓冇能力支付零件費用，全國現役唔夠30架。有軍事評論員就認為，鑑於北韓喺禮拜5發射衛星失敗，證明技術未及標準，質疑武器嘅殺傷力。直頭擺姿態啦，因為衰咗啊嘛，係好醜噶嘛。花咗咁大精力請啲人嚟睇，結果咧又關咗人哋喺個中心度，乜資料都唔俾人。咁啊喺國際上面成為一個大笑話，一個大醜聞。而家擺個圓筒出嚟呃人哋。南韓傳媒就話，今次歷時2個鐘頭嘅閱兵儀式係北韓史上最大規模，展出武器裝備達34種，880幾項。
亦都有分析指，重點展示遠程導彈，顯示軍方誓要提升遠程打擊能力同埋信息化水平。亞洲電視記者黃永琪報導。而喺閱兵儀式開始之前，啱啱被確定為國家最高領導人嘅金正恩首次發表公開講話，咁強調民族嘅尊嚴比和平更加重要。北韓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增強軍力，堅持先軍政策。姚嘉欣報導。北韓領袖金正恩喺北韓最高人民會議委員長金永南同埋北韓人民軍總政治局局長崔龍海嘅陪同之下出席閱兵儀式。金正恩喺儀式開始前發表咗大概20分鐘嘅講話。金正恩讚揚祖父金日成同埋爸爸金正日對於北韓嘅貢獻，又指出北韓曾經係弱小嘅國家，而家已經變成政治軍事強國，敵人用原子彈威脅北韓嘅時代已經過去。北韓嘅人民係邊個都唔敢輕易侵犯嘅民族，而呢一個巨大嘅改變係嚟自先軍革命開拓者偉大嘅領導人金日成同埋金正日為北韓創造嘅歷史。金正恩就指出，民族嘅尊嚴比和平更加重要，北韓必須要不惜一切嘅代價增加軍事力量，堅持先軍政策，建設一個強大嘅社會主義國家。呢一次係金正恩就任北韓國家最高領導人之後第一次公開發表講話，作風有別於佢較為少公開講話嘅爸爸金正日。有評論就認為金正恩啱啱接掌權力，加上北韓發射衛星失敗，令到平壤蒙羞。金正恩係想借呢一次演說嘅機會，表現自己嘅自信，塑造威嚴自信嘅形象，顯示自己大權在握，北韓軍隊對佢誓死效忠，消除外界對佢嘅質疑。亞洲電視記者姚嘉欣報道。南韓民眾就認為北韓當局應該用啲公帑嚟解決農業同糧食問題，並唔係舉辦聲勢浩大嘅紀念儀式，同埋研發火箭，樹立所謂嘅強盛大國形象。邱文報道。有南韓示威者趁住北韓已故領袖金日成100年誕辰嚟到南北韓接壤嘅臨津閣，高舉橫額同埋海報，諷刺北韓發射光明星3號衛星失敗，等同於將糧食送上太空。有消息話，今次研製同埋發射衛星嘅花費，相當於2000萬名北韓居民1年購買糧食嘅費用。示威者又利用10個氣球向北韓放飛20萬張譴責北韓獨裁政權嘅傳單，仲有1000張1蚊嘅美金，以及300張譴責北韓3代世襲嘅影碟。另外，亦有南韓嘅遊客今日專程嚟到俗稱300線嘅南北韓非軍事區都羅展望台，通過望遠鏡瞭望對岸嘅閱兵。唔少人都希望北韓當局可以將公帑用喺民眾嘅身上，幫助佢哋解除糧食困境。亞洲電視記者邱文報道。南韓外交通商部話，外長金星煥同中國外長楊潔篪就北韓發射衛星同當前朝鮮半島局勢交換意見。兩人喺星期六下晝透過電話傾咗25分鐘。南韓外交部引述楊潔篪話，中方認為應對當前事態，有關各方應該保持冷靜克制，以維護朝鮮半島嘅和平。楊潔篪並強調重啟6方會談嘅必要性。金星煥就重申北韓發射火箭雖然失敗，但違背咗聯合國決議，威脅區域內嘅和平穩定。咁國際社會應該對此採取適當措施。佢並指出，中國喺呢一個問題上嘅角色尤為重要，希望中方發揮佢嘅領導力。日本海上自衛隊有一架巡邏直升機，今朝早喺青森墜機，機長失蹤。失事嘅係同型號嘅 SH-60直升機，隸屬大邱空軍基地。今朝早護送護衛艦松雪號由基地出發，期間觸碰到松雪號嘅左舷，之後墜落喺青森嘅陸奧灣。機上合共有7個人，其中6個人獲救，佢哋都冇生命危險。不過機長37歲嘅宮永雅彥就失蹤。海上自衛隊正係展開搜救，而且調查意外嘅詳細原因。陣間返嚟會報道。有飄色師傅話，香港社會越嚟越政治化，咁今年飄色唔想再諷刺時弊。梁振英話，政府要為市民提供優質嘅就業機會，包括推動同區就業。
翻嚟新聞時間，咁仲有唔夠2個星期，就係長洲1年1度嘅太平清醮。每年嘅飄色巡遊咧，都吸引咗唔少市民同遊客咧入長洲參觀嘅喎。係啊，有資深嘅飄色師傅就話，香港社會近年越嚟越政治化，所以佢今年唔會再以諷刺時弊做題材。佢又慨嘆飄色工藝青黃不接，甚至連揾細路仔表演都有困難。施樂秋講下。呢個飄色嘅裝置會閃燈，雀仔識叫又識喐。呢款以龍為主題，希望參加太平清醮嘅人都會行大運。呢款叫年年豐收，呢啲穀都係從江西帶返嚟，希望各地民眾豐衣足食。每款飄色都有唔同嘅題材，有60幾年製作飄色經驗嘅歐來貴，佢認為香港社會越嚟越政治化，今年嘅主題希望表達多啲正面信息。你喺社會跟時弊喐下得罪人咁啊，無謂啦嚇！你個團體嚟噶嘛，啊團體係代表街坊噶嘛，你得罪人咪即係街坊得罪人啦，成條街得罪人啦，你明唔明啊？個影響好大噶嘛，所以我哋何必做到啲咁嘅嘢啫？我哋只係高興啫嘛，有人欣賞我哋嘅飄色咪算啦。傳統飄色工藝亦都面對接班困難嘅問題。歐師傅話：而家街坊會入面嘅飄色師傅都係上咗年紀嘅退休人士，根本冇年青人有興趣學呢一門傳統工藝。飄色上面表演嘅小朋友叫做色心，要做出支撐色心嘅支架一啲都唔容易。難度嗰啲屈嗰啲咁嘅手踭啊，嗰啲自然啊，嗰啲尺寸啊要好準啊。即係嗰啲細路哥企落去啊舒服啊！如果唔係你企得唔自然咧，細路哥係扭計嘅，因為佢啲細路哥係得4、5歲大啫嘛。唔係個個小朋友都可以扮飄色做色心㗎。如果高過42寸嘅話，就好難坐上去呢一個支架嗰度。不過一班老師傅就話，而家已經越嚟越難揾色心。以前好多爸爸媽媽要俾利是幫仔女留位，咁但而家就調翻轉頭要人哋俾仔女嚟幫手，佢哋都覺得好感觸。亞洲電視記者施樂秋報道。而喺太平清醮當日，亦都會舉行搶包山比賽。今日下晝就進行咗選拔賽，大約80名選手下晝喺長洲呢一個足球場分組鬥快爬上大約14米高嘅包山架。最快嘅9男3女共12名選手可以晉身決賽。咁多名熱門嘅參賽者都出線。喺決賽當日，佢哋需要喺3分鐘內搶包，總分最高嘅選手就能夠勝出。咁大會按照建議改良咗包裝設計。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喺列席工聯會會員大會嘅時候，認為政府要以民為本，為市民提供優質嘅就業機會，包括推動同區就業。又認為最低工資嘅落實效果良好。高祖兒報導。梁振英列席工聯會嘅會員大會，受到在場人士多次拍手歡迎。聽完工聯會負責人對來年計劃嘅睇法，梁振英發言特別提到競選期間遇到一名住喺新界北區嘅婦女提出嘅意見。工作時間長，而且呢交通時間仲有2個鐘頭。佢話我哋而家喺新界西北嘅地方，經常見到好多遊客，內地嚟嘅遊客從大橋過嚟。佢話政府點解唔喺新界西北撥多啲地出嚟起酒店？有咗酒店呢，我哋仍然係做酒店工，但係呢慳翻車錢，慳翻時間。佢話制定政綱嘅時候，意識到政府需要為市民提供優質嘅就業機會，包括推動同區就業，等基層嘅市民唔需要再花車資同埋時間跨區返工。佢又認為最低工資落實至今效果良好，只要社會各方面，包括政府、包括僱主、包括勞工界，能夠實事求是，能夠科學論證，能夠互讓互諒，一啲本來我哋以為做唔到嘅事，我哋係可以做到嘅。而工聯會就話未來會爭取制定標準工時同埋綜合退休保障。亞洲電視記者高祖兒報道。
職工盟同建築地盤職工總會發起遊行，爭取標準工資同合理工時。10幾名示威人士手持橫額，高叫口號，由中環匯豐銀行總行出發，遊行去到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發起遊行嘅職工盟促請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盡快落實集體談判權，立法規管工時以及超時工作補水，保障建築工人嘅權益。支聯會舉行23公里長跑，紀念6·4事件23週年。百幾名參加者喺起跑前，先為啱啱去世嘅民運人士方勵之默哀。參加者喺城市大學出發，沿住彌敦道先跑到尖沙咀天星碼頭，然後搭小輪過海，經灣仔前新華社香港分社舊址，終點就係西環嘅中聯辦。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話：今年係歷年嚟最多人參加嘅一次，佢哋會繼續爭取平反6·4。而支聯會嘅長跑活動終點係西環嘅中聯辦，警方一度只係准許4間本地電視台嘅攝影師進入中聯辦門外嘅草地採訪。攝影記者協會認為嚴重影響新聞採訪自由，而警方就重申顧及公眾秩序，希望同傳媒繼續溝通。歐志良報導。參加長跑嘅人士未到，警方已經喺中聯辦外面架起鐵馬。有傳媒要求去門外嘅草地拍攝，但係警方初時只係容許4間電視台嘅攝影記者入去。經過交涉之後，先至安排所有記者入去。攝影記者協會認為做法唔能夠接受。但係平面傳媒咧，係完全唔可以企喺度去影相嘅話咧，呢個係非常之唔合理咯。呢個有啲選擇性嘅一個採訪安排係我係完全唔接受。警方就回應話，要顧及公眾秩序同埋方便警方工作。我哋嘅工作一定係盡量理順大家嘅要求，但係同時間亦都係要確保公眾嘅安全、公眾秩序，同埋係話係方便到警察嘅工作，呢個係最大嘅原則。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話：現場已經作出咗彈性嘅安排，警方無意阻礙記者採訪。咁確係為咗騰出更多空間俾大家做嘅採訪活動咧，同埋促進呢個採訪時候嘅安全咧，我哋作出咗有關嘅安排。當然呢個安排接受與否，新聞界絕對有權去做，但係必須再講一次咧，封鎖線唔係為咗阻礙大家去採訪。曾偉雄又話會繼續同傳媒溝通，做到互讓互諒。亞洲電視記者歐志良報道。民主黨召開特別大會，商討立法會選舉嘅部署。民主黨表示會同泛民協調參選立法會超級區議會議席。喺地區直選方面，決定咗出選名單，將會採用舊人帶新人嘅策略。例如張文光將會轉戰直選，喺九龍西選區帶領黃碧雲參選。楊森話9月嘅選舉將會越嚟越難，但係就會全力準備，又相信以舊人帶新人嘅策略會成功，為雙普選做準備。今日係世界衛生日，長者健康受到關注。有統計就顯示，目前香港有1/3嘅婦女都患有骨質疏鬆症㗎。係啊，不過現時嘅公營醫療服務入面並冇專門嘅骨質密度檢查㗎。有醫療團體就認為骨質疏鬆引發嘅後遺症嚴重，政府有必要正視。汪威如報導。將腳放上呢部儀器就可以進行超音波骨質密度嘅初步測試，全程唔使10分鐘。呢個趁世界衛生日安排嘅免費測試嚟到檢驗嘅長者，80%都有骨質密度偏低至到骨質疏鬆嘅情況。但係大多數嘅長者都係第一次做呢一個測試。婆婆，你哋之前有冇做過骨質疏鬆檢查？我好似冇。佢冇，我而家咪就係唔知咯。我係知道冇有膽固醇、冇血壓高、冇糖尿病。有調查指，每日有10個患有骨質疏鬆症嘅長者因為骨折入院。但係目前嘅公營醫療服務入邊，骨質密度測試並非長者檢查嘅例行項目。西醫工會認為骨質疏鬆嘅後遺症嚴重，政府應該加強為長者測試。因為好多婆婆咧跌傷咗腰骨或者跌斷咗臍聯臼之後咧，咁佢哋第一件事入醫院啦，起碼要住一個相當長嘅時期。第二件事嗰個婆婆嗰個成個人會轉變咗，因為佢連行都行唔到，係好煩嘅會。咁啊可能間接引起好多抑鬱啊，成日變咗好辛苦。其實個 burden 喺晒政府度。
醫生又話咧，市民可以透過多食一啲高鈣食品同埋多做運動咧，嚟到舒緩骨質疏鬆症嘅情況。咁但係最好嘅做法咧，都係先做測試，聽取醫生嘅意見。亞洲電視記者黃慧如報導。強制驗樓計劃預計今年第二季全面推行，有調查顯示70%嘅業主從來都冇聽過有關計劃。咁團體就批評政府嘅宣傳不足。范樂恒報導。建築物修訂條例喺今年第二季生效，要求30年樓齡嘅大廈每10年強制驗樓，10年樓齡以上嘅就要每5年驗窗，否則就有可能要負上刑責。有團體喺今個月訪問咗油尖旺、大角咀同埋深水埗800幾個業主，70%幾受訪者就表示未聽過強制驗樓同埋驗窗，超過40%半嘅人就認為政府嘅宣傳不足，過半數受訪業主就擔心政府正式推行計劃之後會對業主構成困難同埋不便，包括資訊同埋資金不足等等。政府嗰個喺呢個驗窗驗樓計劃呢，除咗喺金錢上嘅支援之外，其實人力上嘅支援呢，我睇到係更加迫切嘅。由去到樓到樓，去到業主到業主，話俾佢哋聽有呢一個法律嘅責任嚇，唔可以就咁唔理嘅。第二呢，就係協助佢哋點樣揾驗樓驗窗嘅人員。佢哋建議政府加強人手，協助業主統籌驗樓同埋驗窗嘅工作。亞洲電視記者范樂恒報道。粉嶺一間物流公司喺接近晏晝嘅時候發生3級火，事件中冇人受傷。現場係粉嶺五洲南路一間20米乘10米嘅單層鐵皮屋，係建築物料嘅貨倉。停泊喺隔離嘅貨車車頭被燒爛，入面嘅雜物同工具亦都被燻黑。消防話現場儲存咗大量懷疑係第3類危險品，會攞啲樣本進一步化驗。火警係喺朝早大約11點半嘅時候發生，據報曾經傳出爆炸聲，13分鐘之後升為3級火。消防出動22部車同105人，而且動用6條喉同4隊煙帽隊灌救。火警喺晏晝12點半嘅時候大致被救熄。國際方面，下個月舉行嘅埃及總統選舉出現戲劇化嘅改變，被視為係熱門人選嘅穆斯林兄弟會副主席沙特爾同前副總統蘇萊曼在內嘅10個候選人被取消競選資格。邱文報導。埃及最高選舉委員會星期六表示，主要黨派穆斯林兄弟會嘅副主席沙特爾、前副總統蘇萊曼以及獲得民眾擁戴嘅薩拉菲派領導人伊斯梅爾等10個人，因為國籍同埋未獲得足夠嘅簽名支持等條件不符合規定而被取消競選資格，令到總統大選形勢逆轉。舊年2月，前總統穆巴拉克因為茉莉花革命催生嘅反政府示威浪潮而下台。穆巴拉克政府嘅相關人士同埋反對派穆斯林兄弟會嘅領袖喺當時都承諾不會參選總統。不過喺今年年初嘅國會選舉當中，穆斯林兄弟會得到軍方嘅支持而獲得過半數嘅議席。不過當穆斯林兄弟會派出副主席沙特爾參選總統之後，曾經擔任穆巴拉克副手嘅蘇萊曼隨即出嚟宣布參選。雖然兩個人都將自己打造成為解決埃及困局嘅救星，不過民眾依然憂慮，任何一個人當選都會令到埃及重新返到獨裁時代。沙特爾更加形容蘇萊曼參選係對民主革命嘅侮辱，佢又召集信徒上街示威，要求當局禁止蘇萊曼參選。如今沙特爾被取消競選資格，有評論就認為係同佢過往曾經被判處監禁有關。亞洲電視記者邱敏報道。新聞報道完啦，再會。